就是新历7月1日，为7月1日起，啉烧酒赛车头一届本来罚9万块，已经提悬到12万。若是歹靠警察检查，直接罚18万。新的制度开始了后，坐公车的人共款会互啉烧酒赛车的人牵拖着，罚600到3000。希望安尼罚会惊，唔通搁再啉烧酒赛车。 啉酒赛车造成的悲剧常在发生。立法院3读通过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修正案，为7月1号开始，啉酒赛车唔乃罚甲更加重，含公车的乘客嘛会做违法。做了开车有酒，我也不会做。同车人要劝那个开车人不要开。 根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，啉酒赛车头一届红掠，不管是骑车还是赛车，拢是罚15000到9万。不过未来赛车会提悬到3万到12万，骑车的同款上侪罚9万。不过驾驶若是唔做酒测，罚金会加倍变做18万。5年来有2届唔做酒测，第2届会搁加倍，直接罚36万。另外慢车像讲脚踏车、电动自行车等等，嘛拢加倍，为上侪罚600，改做罚1200。唔做酒测嘛同款改做罚2400。 如果酒精浓度超过0.25，那这个部分同车的乘客他是一定会去处罚。那罚甲更加重，这回修法佫有定新的规定出来，就是公车的乘客，假使讲年岁有18岁到70岁，嘛拢会罚600到3000。不过坐客运车也是坐公车等等的乘客无算在内。佫有运输业的驾驶未来啉酒赛车出车祸，赔偿金嘛比普通的驾驶更加多，因为新的法规定讲，法院会当按照受害人的请求，判驾驶3倍以下处罚性损害赔偿金。酒精锁跟我们这个要接受酒瘾治疗的这2个部分，那因为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配套，必须还要再多一点时间。靠争议的酒精锁，交通部讲初步确定车会当安，机车是有条件的安。相关的配套搁伫讨论，预计要等到2020年3月1号才会实行。就惊啉酒赛车的拢罚唔惊，所以就定新的制度出来，希望会当互啉酒赛车的情形变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